相见，来来一步，后悔是。
见他落花有一丝烟，喜的是他有情爱，我有意。我来生的不送分。我的好小弟呀！
小鸡身边的兰香大鸡。是呀。哎呀呀，早知道这一路过我自当方便，大鸡请啊。我怎么好笨年少？像是在哪里见过的？兰香大鸡有所不知，我就是新来的苏东啊。啊，你就是那是非美生前的茶爱啊？哎，正是，我就叫茶哦。哎，你手中拿的什么呀？一把沉香锁。哎呀呀，真小姐，我找的扇子，哎，快还我！还你呀？这是我家小姐的扇子，你给把会员子。你怎知这是小姐的扇子呢？哎，你没有看见这扇子上有查拉印的名字吗？自此就请大姐带路，带你到哪里去啊？送子面外小姐。啊，这个嘛，你放心，你把扇子借我，上前是少不了你的。哎，我要面外小姐当面领赏。切，你这个人可是假的，你一股骚动，她是一位小姐，千金之体，怎能见你？太无道理。兰香大姐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既然这孙子是小姐的，那我理该把闺女子，有道是送不送到西天，万岁也要还当年。知府这哪有这么多的道理？大姐，但让你带我上来，你这是我是到来送孙的。带来送算的。是啊。小姐她凭空设计曾相送，想不到这算的还是小茶夫，她有什么来送算要念我这种种。就见小姐是不见啊，你就乖乖的讲，算子叫我要得而收，一言为定。见不见啊，要看你的运气了。不是兰香大姐，不是兰香大姐，我问兰香大姐怎见啊？哎，你这个人啊，理真不？小姐的背囊岂能随便上身？给我禀告小姐，见不见啊？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哎，下面等。相送，可曾找到嘞？哦。
年外小姐，当年领赏。韩香，你说了半天的他是谁呀？他么就是他乡公姓就买进不来的苏红，名叫茶屋。韩香，你好不懂事，他是个男的，怎能唱我的闺房？是呀，小姐的闺房岂能随便上的？那么我当不他，走吧啊，兰心，你当不他走了，那怎相说？哦，我这个丫头啊，也真糊涂了。小姐，你不说，我差一点忘记了。他还有一句顶的要紧的话呢。什么话？他说是不来送算的，送算的。兰香，他是婆，我是子，你看这知不知见？小姐，你说明。小姐，他是府里人，又不是外人，我想这知不知情？情情有法，何况他是不来送算的。兰香，知不知情？姐姐不妨吗？是此，你就叫他上来吧。是。跳得扑通通。
难道真的认不出小生了吗？小姐
这事你都到哪里去了？我哪里也没有去啊！我是谁？哎呀，兰香，你好大胆！哎呀，小姐，兰香愿他愿路送东东，岁月不散满天永永。都别大嘴。兰香，你太放肆了！小姐，放肆不放肆啊？你最清楚。小姐，我以你生之年，可是小姐对我情浓深长，你还有什么是要爱我的呢？兰香，他说是你空是自身，哎，这倒不能。他既说是一把叫我，我要靠他一靠，靠他什么呢？哎，叫他随便文章，文章太长了。哎，那么叫他做事一声，是的。西夏公，我家小姐叫你做事一声，是。想过的事也是小姐今世中推，恭恭敬敬王当当。兰香大姐事已做好了，请小姐不忙。这个事已经有了。小姐，西夏公这是几岁了？西夏公的事做得好不好啊？好，妈妈，三年成呀。小姐，你是娃呀？你不生，我就不管这个事了。哎呀，兰香，到底怎么样？好，那么我们就来个摇头不烧，点着烧。小姐，好不好啊？西夏公，我家小姐不理我啊！都是小姐。都是兰香大姐。好了好了，大功告成，你便回正呀。兰香大姐，你还请小姐这个熏儿才好啊。小姐，你真的该有个新的才是啊！兰香，就像这城相孙，人与相公，作为新人。好啊，你们这帮人员是这把沈先生做人的，把他作为新人，再好也没有了。恭喜小姐，恭喜相公。人相思啊，人相随，如今你人间一段好姻缘。小弟呀，天不在了，城里心，愿你俩自己自听。走了，心里
哎
王丈你是因为插在你的身上，怎么是插在我的身上？我刚才去到楼下，听梅小姐姐说，老夫人做主已将你的终身许。哎呀，怎么也许配长江了？长江，长太师的儿子长一般，那些是话当真，严格天子作为外父，是要您聘迎去了。临虚婚，夫臣子爱女更加爱名声，他岂肯开了长家这门庭？
能行吗？但是我希望他就不肯退手。哎，就是嘛，你是他也是一下子死掉2条性命，何苦呢？兰心，你快替我想想办法才是啊！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吧。小姐，你可以什么办法了吗？哎呀，心事有情，越切越无自意。哎呀，有去有度，小姐，你可不要着急。哎呀，皇上美貌，你叫我怎能不见你？哎，要是找到西厢公，就有了办法。恨不财不上飞，海门是海。我出不去了，出去？自古到今，哪有女儿家出得家去的？兰香，自古到今，倒是有女儿家出得家去的。哦，你可知花木兰配有荣君？哦，那是女扮男装，女扮男装。兰香，是倒是听说女扮男装这个犯法了，是不你是女儿所说真伪？是。小弟生于要事，不能相陪。表兄啊，今日相为是哪里？早日能回同行，你我兄弟出
表弟我到河南嘛，那是神奇去的。哎呀呀，真是巧极了，义兄我也要到河南去呀。我是表兄，你到河南这神去呀？我们表弟说，义兄我到河南嘛，也是望夫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，真是巧极了。不是表兄，你听的是河南的哪一家呀？表弟，你听的又是哪一家？说起我家尤大人啊，赫赫有名。比起我家尤大人啊，也是大大的有名啊。那你家尤大人姓的名字是做什么的？那么你家尤大人姓的名字做什么的？我家尤大人哦，那是兵部尚书查天彪。我家尤大人也是兵部尚书查天彪啊。那么你家小弟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么你家小弟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家小弟嘛，那是兵部尚书查天彪的女儿，名叫查兰英。不对了，这就不对了。怎么不对了？查天彪的女儿查兰英，她早已许配进屋了啊。请问表兄，可能有几个查房司？一个。那么有几位查兰英小姐？也是一个啊。这就不对了。像查兰英小姐明明许配于我，怎么又许配给你的呢？这是表兄，你是哪个作文？谁人为媒呀？表弟，那么你是谁人做媒的呀？我么尤大人亲口许婚，弟弟作子。表兄，你我嘛是呀，这个你讲啊。将我是我说得出口啊！你说了出来嘛？以后与他们去评理呀。这个表兄不是，要的我告废了。慢嘞，表弟，请坐吧。表弟呀，上街真是好表弟。
表弟。屋子里越听越激动，心
真的要去死啊！哎，我真的要去死啊！好啊，你去的是上天了我，正好到后门去吧。你再仔细的看看，我到底是谁呀？你莫非就是河南的茶什么？真是从何说起？哎，你就是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表弟，来，你看啊！我是让你审查，你就是查什么？哎，我是让你审笑啊，你就是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你
黑狼，是你欺负了表兄。哎，不是的，是你欺负了表弟。也不是的，也不是的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金库港中，你们弟兄二人像是多吃了几杯酒，因此僵出了酒啊！哎呀，外甥儿，你不会饮酒嘛，就少饮几杯哟。孙儿并非酒醉，这是道领的。生儿长远日同化，家体新贵威望大，大领头送武器，西龙老夫赢不少。孙儿并非色酒啊，此话说来胡唱大。有话起来慢慢讲，不听大呼也不怕。多谢酒。你讲啊！你先说呀！你说呀！你先说。教你讲你不讲，教你说你不说，你们再不说不讲，老夫我可是要生气了。舅母，你道他是谁呀？你问他嘛，他是我的儿子，是你的表弟呀。他不是你的儿子，他是我的妻子。外甥儿，你疯了！舅母，表弟他确实是个女的，自然不行，请舅母查亏了。哎呀！
跟侬也是一路之上多吃了辣椒，火气大嘞。
看见儿子就骂，搿个俺妈娘就吵。你哪里知道，你母亲做的好事，好事，不记得俺妈娘会做啥坏事噻？她不与我商量，叫你妹妹许配长家。那许嘛，早就许的，吵不吵又做啥啦？阿亲，来，你不知道你弟弟做的好事。不记得俺阿伯爹会做啥坏事噻？他不与我商量，将你妹妹的终身许配陆家了。哎呀，搿吵架落架吵架，那么好不想的呀？都是你的不是，你的不是。好在阿伯爹、妈娘，那么也不要吵的，吵架也好嘛，落架也好，俺阿妹辣辣屋里面还好商量商量。现在阿妹不辣辣屋里来。跟那就是吵得个天翻地覆嘛，也是不吵的啦。就是你这么讲，哎呀，不讲侬还不晓得，俺阿妹老早不辣屋里在，怎么讲？俺阿妹老早逃脱在。你这个老佛爷，你总是在家包着我，今天个女儿都乖就不是。与你这个老奴，一去经历8年，在家里里里外外的事都要我操心，还怪我不成。那阿伯爹，根本侬妈不要怪俺妈娘噻。上一道家人的孤儿不为地，跟俺做的鸡妹总要飞过。只怕侬阿伯爹辣辣屋里面，俺阿妹也是要飞脱的啦。那这就会去宰呀？搿侬哪能晓得我没去宰啦？喏。寻了4爷业务中营，难道罢了不成？只怕罢也不成，厂家已经告终，没得一财库荒了。可你怎么得了？就等你回来商量啊！你就叫我谁喝在我的身上？你已经3岁不过，难道难得了？为出来了，文学高中，你放出来就3名闯闯，不将没有姓罗的女婿推下，那不讲的。我就是我的女婿，收下，退下。那妈娘，刚刚是俺阿伯爹做这个，要收下来了，何必领上？为父老爷当地外操纵儿命荒诞，我家没有姓常的女婿，退位。那我叫你常年来是我家女婿，收下。那阿伯爹，刚刚是俺妈娘做这个，也要收下来了，何必领上？出来是文学高中的名场元女领。哎呀，跟女婿一个接一个，跟男的一个比一个多。阿伯爹，那不认得姓氏啊？哪里认得？哦，晓得在，说不定就是俺阿妹自家配的那一位。不去过瘾，我让他一收来，何必认上？不是。阿伯爹，妈娘，可哪不要搞错哦！伊是短命少女，跟男头们侪比了大，让儿子收下来嘛，也好把那面孔那么光彩吧。今朝来了3丁家，跟我他那想嘛要我急死了。3位老爷请进，有请3位。女婿有所不知，我家这有狼印一股
不孝女。怎么？你家有一位小姐，四平无敌要妇女儿，有无啊？我比我还着娘，这房中相伴到，你亲口虚晃与回魂儿反儿，他们笑。你是哪里话嘞？老夫不想回魂。那就好了，有武大人，我三妹落平和里，早与你家亲好，你听口虚婚与回婚啊，礼佛刚上法不到，哎，老身既然不知风向一云里的，这就好了。有武大人，我与小姐定约门，定亲要比他们高。今日了却望人缘，请此外光接来讲。有无？今天有我人妻。有无？今天有我人妻。今天要与我人妻。今天要与我人妻。今天要与我人妻。后边，那三位老爷们讲得侪有道理。本来嘛，那么吵不吵伊做啥啦？总要好好商量才是咯。一女三婿还商量什么？搿侬各位团伙老爷过来。搿侬各位团伙老爷，我倒要问问侬看噻，搿侬是啥人做主，啥人为证的啦？早前说过，有武大人亲口许婚，弟弟做主。那，搿么侬不要急，既然俺阿伯家亲口许婚嘛，搿俺阿伯家自然为特侬成婚咯。是哟，是的。搿侬搿位宝妹老爷呢？搿侬又是啥人做主，啥人为证啊？有武大人亲口许婚，我早有三妹落证。那，搿么侬更加不要急噻。俺妈娘说话是算数的，搿俺妈娘自然为特侬成亲哦。搿侬各位哪女老爷呢？哎呀，侬搿位面熟没上的状元老爷，我倒也要问问侬看噻，侬又是啥人做主，啥人为证的啦？小姐亲自许婚，曾相送一包为证。哎呦，原来还有搿桩事体啊！搿侬各位面熟没上的状元老爷，侬嘛不要急，既然丞相说可以为证嘛，哎，搿侬特丞相说去拜堂好噻。是要无奈。好也，人生有他天涯不给一三须刀，亲亲一定要人情，亲亲一定要把情调，亲亲我人情，给我人情。叫一女三婿真正不孝，你不还请你老人家调停啊！今天与我人妻，你等不可争吵，面上非此红旗。此次就请你老人家调停。你等吃到花亭
待我二位商议商议。那么好不，那三位老爷跟我来。弟弟，今天要与孩儿做主啊！哎，为我的理解一视同仁，你到瓦厅去吧。是。二位请假。我方金夫来拜访，上林家地名许高堂，此君举金送武器，玉带是我喜风浪。老爷做事太荒唐，许婚不与我商量，一女三婿自他出，情况是那自当。红雀二位请平贼，你都应该早归航。若无到于自一才，这话是倒不是分梅花，是自长，婚姻还需十里，要一个好去谢下郎。哎，婚姻大事应该母子明白这之言，这是女儿自己做主，岂必效他人。那么，请问年兄年少，这婚姻大事还是由你做主，还是由你做主？我的妻儿，越不可开交。我看这婚姻大事还是由小姐自己做主。这是小姐自己在场，这更可两情永结，美梦良缘，岂不是好啊？话是不错。那么就该请出小姐早早迎头。年兄，实不相瞒，我女儿已经到这府哎，想来了，一女三婿难以了结，各位推出小姐不才吧？女儿是不在家，我知道侄女是在收留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也在搞糊涂了。年兄年少，这婚姻大事还是由我来调停。丫头们，我是小姐下楼快去，有请三位。有请三位。有请讲。刚才海老商量别无他意，至于亲自小姐抛人迎亲，不知三位意下如何？一女三婿，正正不下，实在国策期间，顶上卑职武器，就算是讨酒定亲呢，倒也是得的。好办法，也不古人倒也是得的，是的的，是得的。二位长工，那么常年人你我么思考再三，也无别法可商量。一为定不可反悔，一为定绝不反悔。那么请这小姐早早定头。那么好不？是你的妈啦，准备起来。啊，你们三人挨次过来为小姐自己做主。挨次过来，你为年兄见谅，交替我先到此吧。在心。
岁，多了一些希望了。方才就做梦方明啊，并开腔心机来逢啊。一个大名唱一位，看得懂了才去跑出来，跑出来，女儿今日他，今日他。那妈娘，今朝是侬跑彩球嘛，还是俺阿妹跑彩球啊？一、二、三。哦，呀不中，请侬帮俺快快跑开。彩菊不中有用，现在与年在私交同心，上一道将你的孤儿作为爱弟，那做的妻儿总要阿妹与你夫妻，不必勉强就连理。你先生，爱情也人我生气，那才是好绝技。现在既然是家庭。王爷人临在去做女，每真拼命莫问你，该着姑父在哪里？那当你是难吧，这月美在哪里？
他们王